所以透股票賺錢，你就要識得無論隻股升定跌，你都做到買賣。股價低嘅時候好簡單，人人都識啦，就係買啲股翻嚟揸貨，然後係高位再放出去。但係如果隻股已經升到好高，買唔落手，係咪就從此錯失咗賺錢嘅機會呢？咁又唔係喎。之前教過大家熊證同埋反向 ETF， 今日教多你一樣嘢，就係無貨沽空。嚴格嚟講係證券商借貨俾你沽空，操作上總之就係你手上冇貨，憑空沽空一隻股票，然後係佢低位嘅時候買翻嚟平倉。之前教大家嘅熊證同埋反向 ETF 都係啲衍生工具，都有佢哋嘅缺點。熊證一掂到收回價就會立即打靶，而反向槓桿 ETF 其實個價每日都會磨損。舉個例，你買咗一隻雙倍槓桿 ETF，當你追蹤嗰隻股票個價格升嘅時候，其實你係升唔足雙倍啊，因為佢要食你價。今日講嘅無貨沽空呢，就係用正股去做，冇頭先呢啲問題。用我嘅其中一個交易做例子，我喺呢一日差唔多收市嘅時候沽空咗佢，喺下一個交易日開始即刻平倉。我只係做咗好少，做咗100股啫，咁樣一沽一平賺1800蚊港紙。如果你有啲心儀嘅股票，個價已經升到好高，高到你唔敢買入，可以諗沽空，然後喺佢個價回調嘅時候平翻佢。美股又好，港股又好，好多你都可以無貨沽空，例如小米、碧桂園、美團、長實、石油股、汽車股等等。你又會唔會試下沽空股票呢？留言話俾我知。有冇留意到頭先就咁口噏噏嘅例子入邊，已經有3隻原來正處於高位，值得你去考慮沽空㗎。市場從來都不缺機會，怕就係怕你冇呢個認知去捉實呢啲機會。新年流流送份大禮俾大家，我手上有10隻大型嘅港股同埋大型嘅美股，都係可以俾你無貨沽空嘅。做齊以下3樣嘢，免費 DM 俾你。第一 ，follow 我個 page；第二 ，like 我呢條片；第三，留言24小時都賺錢。機會唔等人，趨勢亦都唔等人㗎，即刻 take action 攞呢份新年禮物啦！